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2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第14架线伫咧清境农场王母岭的所在，下晡向发生崩山，规个车路拢塌掉咧。加在下晡3点半已经拍通。台南市阁增加28个本土的天狗热，而且高雄嘛有一个。另外，云林即马嘛出现2例天狗热，阁有10个人可能嘛会着。推特执行长马斯克不管互企业利用大量的刊文来研发 AI， 所以限制无经过认证的用户直接干来当看1000篇刊文。今日头一条新闻来看，第14架线伫咧清境农场王母岭的所在，挖道时阵向发生崩山，规个车路拢挡掉咧，上山落山拢总大塞车。加在公路总局赶紧派人伫咧下晡3点半已经甲路拍通。古南镇老关的土石直接对山壁崩落来，大路规拢无倒过。第14架线18.7公里的所在，初二早起发生崩山情形，旧路山双向交通拢中断，因为崩落的所在就是对清境农场要去合欢山武岭停的路段。大雨拄着歇热头一摆啦，真侪人上山要去佚佗的计划也被迫来改期。我在告示牌里面看到，今天合欢山18K 的地方有坍方，那个落石坍方了，哇，影响我的整个行程，还可能下一次再来了。南投警方讲，礼拜发生崩山情形，互上山落山游客拢真无方便，加在无人因此受伤。第一时间也甲吹风到群众的路段甲封起来。花莲警方是伫合欢山游客中心周边疏导车流，不过因为假日山顶人车多，交通是大拍夹。因道路坍方落石，暂时中断。埔里公路段已派遣机具前来抢通，派遣空拍机勘查。本次边坡坍方范围高度约37公尺，宽度约15公尺，坍方数量为500立方公尺。研判为近日午后山区强降雨，导致边坡含水量饱和，造成坍方。本段将立即进场办理抢修作业，确保道路通行安全。埔里甘木段除了赶紧派大型的机具上山来抢通，也协调警方发矿泉水，也有饼予等待落山的民众。落石阻断这段路大约是15公尺，加在崩落范围并无扩大。礼拜下晡3点半已经先初步抢通，并且由甘木段人员伫现场来解护，予民众甲车辆顺利落山。记者综合报道。合库金矿的董事长林谦浩打上任无到2礼拜，直至今仔日，敢若是因为面部性肝炎来过身。有医师就表示，这面部性肝炎致死率有到80%这么悬。若是有发现到皮肤、目睭白人向变黄，就要赶紧就医。合库金矿银行新任董事长林谦浩，才多上任无到2礼拜，传出疑似面部性肝炎，初二透早过身，享受64岁。医师表示，俗称的面部性肝炎其实就是急性肝衰竭，肝细胞伫短时间内大量死亡，致使失去排毒代谢功能，若无及时治疗，致死率高达80%。当这肝脏衰竭的时候，这细胞大量死亡，它就没有办法去承担这样子的工作。当这些重要的我们生理的功能无法达到的时候，很快的就会进展到最后，就是到肝衰竭这个程度。医师指出，造成急性肝衰竭有几项原因，常常看到的是 B 型肝炎引起的病毒性肝炎，另外乌白食草药加偏方加过度食葡萄糖等乙酰氨酚等药物，那造成毒性代谢物无法度排出。第二看到的症状是无力、会忝、眼白黄、地色流等。肝组织损伤若佫较厉害，会产生黄疸，严重会出现肝性脑病变、昏迷甚至死亡，要赶紧换肝才能换命。我们肝脏的细胞也许已经坏死超过1半以上了，这时候就暗示着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肝脏，也就是肝脏移植的评估，才能度过这个难关。医师强调，急性肝衰竭虽然恐怖，不过是用预防甲及早治疗。比如 B 型、C 型肝炎大患者，应该定期追踪，监测肝功能，避免强用针头。恰冷恰风，唔通食酒过量，出现黄疸、腹肚胀大、意识无清楚，爱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今仔日搁再增加28个本土的天狗热，而且高雄嘛有一个，评估是伊去台南的时阵感染到的。目前台南和高雄即寡所在拢加强咧检查甲全网啊水。另外，云林即马嘛有出现2例天狗热，也阁有10个人可能嘛去会着啊。
较近个案徛街附近真侪菜园啊，有真侪水桶，内底有袂少的枇梆糖的幼糖，方法清理苦到15000块。礼拜高雄新增加一个天高里的本土病例，是住伫凤山的40几岁做华人，可传染期活动地有凤山、小港、高山甲林武这行政区。赶紧来启动紧急的防治，也对个案徛街四周围来喷药啊，清除出生源。有个案在这边，所以也在个案前，我们已经动员志工，全部这一区我们都有去扫清了。总共这样的话会有4例。4例都是有台南的旅游史、有足迹、有接触史，我们也都掌握。高雄市府讲，确诊者去过台南天高里热点之一的东区工作，迄情形比甲台南互相收的人是相款，研判也是台南互相收的感染传过来。而台南礼拜搁再新增加28例，总计达到158例。这2天办理天高里防疫热区的清理，也是清出1758公斤的废弃物，310几个垃圾的滋生源。卫福部请专家伫台南驻点，因为传染的途径毋是人传人，会甲人甲枇梆糖区隔防治最快来取代开设专职的病房。目前我们有派出的机动防疫队已经有派出107组，有225人次。本年关切里也新增加2例天高热病例，是一对翁仔某活动所在大埔伫徛街甲附近的竹笋仔园。发现登革热的确诊案例有2例那疑似的案例有10例。官府对着科技热点扩大防治，不过除了这2个人，也有10例疑似案例，除了成立天高里的防治小组，也设立快速检查站，希望提前发现个案来进行防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总统大选的3大候选人继续在争取支持。赖清德是讲，因民进党做甲比马英九政府较好，要用政绩来求选票。民众党的郭文德是讲，要互台湾来做美中沟通的管道。那进前针对核废料去反对的国民党的侯友宜，即马是搁再强调，若经过评估，伊赞成核一厂重新启动。现场为活动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出席国民党总统甲台北市立委参选人造势大会，又测伊即届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共台活动，而韩国瑜原定要参加车里的造势大会，却是临时解散回拿来定义，引发外界联想。也毋过侯友宜伫此时搁再推出另外的议题，讲迄一场应搁再启动就启动。在核二，我们也希望能够延役；核三能够延役；核一我们要考虑一样。我们能够经过专家评估以后，我们能够延役，能够再启动，我们再启动。支持者毋惊天气真热，就是要来参加新动力新来台湾协员会成立大会，要来支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而赖清德意思是讲到，伫登记照护、用理甲学会补助，民进党政府拢这个比马政府也较好，拜托大家用这政绩到3天有票。蔡英文总统当选了后，这7、8年来，民进党政府比较起来做较济嘛，做较好嘛，拜托大家去投票，用成绩来投票。现场一直花口号声，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选伫台中举办中区选特之友会成立大会，地属时暗门口说国民党甲民进党也是拍传统的动员选战，杨国也讲到美中台3方的关系，台湾应该真侪美国甲中国沟通的桥梁。大概中美对抗的局势是已经形成，而且大概未来的10几年应当都是这样。我们也希望说，台湾是一个中美沟通的桥梁，而不应当是一个中美对抗的一个棋子。选战愈来愈激烈，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除了政治的攻防，也推出政见，要来抢攻选票，优先选情。记者综合报道。西非长街海岸的大都市有一搭高级社区的大楼当咧施工，所敢若因为是偷工减料，常常发生放弃的意外。伫咧工地内底，工人走白虎，至少7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见到放弃的所在，用要变作平地，怪手伫现场一直咧清除土石堆，继续找找是毋是有人活咧。非洲国家西亚海岸的经济大城阿比上的一个高级社区，当地咧起一栋60楼高的建筑，车一出发生起到一半的建筑向向放落来。Depuis à 11h57, un coup, on a entendu un craquement. Et puis bon, l'immeuble s'est effondré, c'est dans ça, dans la précipitation, on a commencé à s'échapper. Il y avait des jeunes aussi qui étaient venus faire du manœuvrage. Eux aussi, ils ont réussi à s'enfuir. Bon, après ça, bon, moi, c'est dans
dans la fuite, moi j'ai sauté au-dessus de la moto. Je suis tombé par derrière là-bas. C'est là que je me suis fait une entorse. 工地建筑放落来，互搭咧时间的工人行到四界走，有看到人表示无到45秒钟，大楼就完全放落来。有工人佫因为未负导身死亡。消防人员接到消息了后，紧急赶到现场救援，佫一直搜索土石堆，甲受伤的人送病院治疗。Le bilan provisoire est de 9 victimes transportées dans les chutes de Cocody et Angré et 7 décédés. Pour l'instant, c'est 60% des gravats qui ont été déplacés et à présent les recherches se poursuivent. 因为当地有总统府甲真侪国家的大使馆，嘛是真靠真侪港口城市，有真侪违法的建筑。这个事故技术事件上用无合格的建筑材料，造成地一直落雨了后发生结构问题崩起。去年2月到3月期间，都有真小型的2个建筑崩起的状况，造成13个人死亡。关于新闻台是董炳玉。Twitter 执行长马斯克因为一寡企业会利用 Twitter 大量的文章去研发做 AI， 所以即马 Twitter 就临时限制讲，若用户的身份有经过认证，小号有拿是搞起来表示，一日会当上侪看到1万篇的刊文，若无就干那会当看1000篇。这款新的规定嘛引起用户抗议。拍开社交平台推特，开始看亲友追踪对象发表的文，是真侪欧美甲日本、韩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也毋过暂时推特的执行长马斯克宣布设置临时限制阅读量。马斯克在伊伫家己的小号宣布，即时开始，经过验证的小号，嘛就是有纳色的狗的小号，每一天只会当看6000个推文；而无验证的小号，逐工是600个；其他无验证的新小号，会当看到的数量袂当超过300个。这个新规定真紧就引起网友的反弹，有人家己做图片，要求会当看搁较侪推文，搁有人用歌手曹承彦的歌曲歌词，你打咧夺走我的生活来口说马斯克的新规定。因为过去马斯克捌对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等人工智慧科技公司表达不满，认为这个公司利用推特的资料训练语言模型，伊表示有上百个甚至是搁较侪的机构，打咧大量掠取推特的数据，因此影响到用户的体验，才决定做限制，也毋过伊嘛一直放宽限制看推文的数量，最后分别达到有认证的使用者增加到1万条，无验证的旧用户1000条，甲无验证的新用户500条的限制。而且因为看过伊的新规定，甲转推量、回应数量一直增加之下，伊嘛家己考试家己的推文创下浏览量的记录。而对于这个临时限制，马斯克暂时嘛无说明限制期限要到什么时阵。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镜头转来看国内，这阵仔天气实在烧热，全台湾伫6月就超过500个人因为热伤害送医，比去年佫加1倍。气象局表示，未来1礼拜同款的遮尔热，拜三开始水汽减少，天气会愈来愈热。按算伫咧拜5、拜6气温会上悬，台北、华东地区可能会超过38度。天气真正真热，行伫路的民众戴帽啊、挂太阳目镜，也有袂少人举雨伞，因为日头实在是真大。根据卫福部统计，到6月29为止，总计有510人次因为热伤害就医，对去年同期的280人次，大小比悬出超过1倍。一般会感觉到很劳累，那没有力气，那虚脱，这时候呢就已经在前期的症状了，或者是有些人仗势他年轻。他就不管，他就还是继续工作、继续运动。那有时候就真的会发生那个脱水。气象局讲，初二也是真热，而中昼起了后，对流发展旺盛，开落雨的所在大部分落伫中部以北甲东北部地区，开出现局部大雨甲低延时的强降雨。除了原本的这个各地的山区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以外，比较大的雨势可能会比较偏在北台湾这个部分。那会不会下到平地的话，可能是在这个桃竹苗地区或者是新北的这些地方，都还是比较有机会的。气象局讲，所来这礼拜天气就是个真代表型的热天的天气。拜一到拜二吹南风，夜方面南部地区会有一寡落雨。拜三了后水汽减少，高温的一天比一天较悬，并且伫7月初7到7月初8会上悬。大台北本地、华东唱歌这所在要注意38度以上高温。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头份有民众和一个违规志向伫咧人行道骑奥多巴的外送员下着，而且这个外送员佫旋走去。
只是现场拢无监视器翕到外送员的车牌，所以无法度追究。警方就提醒民众讲，唔通违规伫咧人行道骑车、驶车，若无会罚1,800块。林先生家顺港金行，则拄伊顶下骹踏起哩人行道，一台外送机车就颠倒向位伊面头前骑过。林先生惊一日停落来，身躯嘛去互外送箱啊弄着，造成腰部红肿。不过外送员第一时间煞无认为家己唔对。他在前面一点的位置停下来，然后第一时间他反过来，算责怪吗？就是他反过来讲说，还有其他车子也违停啊，怎么样的？然后我当下就拿出手机准备要报警，然后往那边走过去。对，走过去之后，他直接骑走。林先生相当生气，伊认为台湾交通虽然规划无完善，加上民众对于轻微的交通违规已经真习惯。不过人行道原本就袂使骑车，要违规伫咧人行道顶悬骑车，就应该搁较注意行人。何况弄着人也搁无认错。林先生讲，伊的伤真轻微，被提出告诉，但是希望大家加重视行人的路权。骑者骑机车，请勿违规行驶人行道，违者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依规处罚。警方表示，该路段的店家监视器拢倒喺顶仔骹，无法度翕到迄台外送机车的车牌。不过，汽机车行驶人行道，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会使罚1,800块。呼吁民众遵守法规，维护行人的路权。记者苗栗综合报道。嘉义县的大那镇有糖厂、有兵营，而且交通嘛真方便，所以嘉义的南华大学的学生就利用这个所在来设计实景解谜活动，互民众会当来遮哪佚佗，哪了解在地历史。民众伫火车站听实景解谜的题目。暗算等下要伫街仔路顶面找答案，设计这个活动的学生嘛做符合题目的打扮，希望互参与的人了解迄当阵的大埔拿。我来这边2年了，其实我对这边完全不熟。然后他们安排这个游戏，其实很快就可以认识当地。要让他们更有氛围一点，就是打扮成大林早期的那个爹爹妈小姐这样。快1个月时间一直在大林那个巷弄里面跑来跑去，就觉得说好像为这个地方做事很开心这样。大埔拿是嘉义县大拿的具地号名。南华大学的学生因为学校社区参与的课程，设计免费的实景解谜活动，互参加的人会当透过线索、店家的提示，亲身走访在地的历史。除了阿兵哥很多美女多，还有酒家多。那其实早期大林就是比较特殊一点啊，那用实境解谜的方式，大家简单去走访一下。互人来遮佚佗，毋是讲安尼，就安尼看看尔，伊是会使搁较侪的机会，和在地人有互相。有互动，安尼也会使分享交流，所以我感觉伊这是较深度的一个生活安尼。嘉义县的大拿镇，因为过去的地理环境带动特殊的产业状况，少年人运用创意的方式，串联即卖的产业甲过去的历史，嘛替在地观光开发新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当日举办翕相老三角摄影80才开始的展览，展出5位80-90岁老摄影师无共风格作品，而且卖当在对这当中看到咱台湾慢慢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大自然景致，也是生态，每张相片拢是艺术家眼中上水的光景。台南生活美学馆参台南文化局合办翕相老三角特展，展示5位摄影大师的经典作品。其中王定杰长期关心生态保育，民国81年乌bình拿杯互台湾人开枪事件引起各界关心。伊因为安尼决心记录乌bình拿杯的点点滴滴，坚持到今，伊希望会使洗清国际对台湾歹的印象。30年来花了不少钱，但是也为我们台湾当时枪杀黑面琵鹭的污点。有一点把它擦掉了，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湾人非常喜欢它。一个人有一个特别的迄个特色吼，啊，甲创作的脉络吼，啊来甲揪出来啊，所以咯，5位虽然讲是5位无共款的艺术家，啊，你会看就正经5位人拢翕完全无共款的物件。特展以1930甲1940年出世的老三角为主，伫迄时阵翕相是足稀罕，洗相片步步拢是功夫。即摆所谓时代翕相颠倒变甲真普遍，展览丰富多元，嘛有摄影家用镜头记录疫情甲天高节喷药的实际情形，互大家进一步认捌台南。不只是一种视觉的效果，
更是一种呈现作品的意涵，从现实进入超现实的内心世界。展览拢总有140件作品，这拢是因长期对故乡有真深的感情所翕落来的成果。展期到10月中，这场展览嘛等于是为今年11月的台南国际摄影节是做准备。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4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还佫有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